台湾新所得税法修正案昨昏伫立法院三读通过，包括有关幼儿扣除额第一梯增加到15万，第二梯以上拢是22万5，而且提调摆渡好业人的条款，全国拢适用。资本是出示到5岁，即马嘛放量到6岁，拢会当领这条钱，拢会当扣税。另外嘛，甲数税租金改列做特别扣除额，大约全国有102万户会当受益。决议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通过。政府要解决少子化，鼓励生育。第19三读通过所得税法修法，配合政府0到6个国家做伙市，提高幼儿扣除额，针对第一梯幼儿特别扣除额提高到15万，第二梯以上拢是22.5万，佮提调排付条款，适用年纪按0到5岁提高到6岁，有计明年生效，后年适用，大概有13万的家庭受惠。国民党团总召詹明忠讲，勉强接受政府鼓励少年人生囝，应该会更较有诚意。是改善目前年轻朋友不愿意生小孩的国安问题，但是很遗憾，财政部跟这些小老百姓斤斤计较，真的没有必要。借由修法提高幼儿学前扣除额，并且扩大适用年龄，将有效减轻家长们在学前幼儿的家庭负担。所得税法修法嘛，甲出税前按即卖标准扣除额改列做特别扣除额，每年扣除额都按12万变18万。财政部估算，上最有102万户受益。学者认为，出税前改列做特别扣除额，厝卡会向厝头家争取立步，会当解决税厝市场的乌数问题，互厝头家甲出税前的收入依法申报所得税。因我在野党建议扣除额爱提悬到24万到30万，才符合台北税厝市场的行情。租金补贴不应该只是透过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租金政策，因此实力与各党团一起推动，将房屋租金支出改列为特别扣除额。预算并没有花在刀口上，政策也没有有效的让人民有感。因此，本席要再次呼吁，请政府持续积极盘点推动相关修法。民进党吴玉琴表示，修法税厝组更较有感觉，徛家正义更大进前一步。不过，民众党柯成远认为，政府嘛应该健全税厝的市场。是李王婉如指出，民进党无充分讨论，赶伫选前通过，等于是强迫在野党配合记者综合报道。